我倒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快给我看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儿，刚才下楼梯的时候摔下来了，着地的时候用手撑了一下。这么大人了也不让人省心。他今天是去见医患家属了，怕你担心，所以没告诉你。这是刚拍的 CT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桡骨远端骨折，倒不是很严重，还是得打个石膏。好。这个我也会看。钟真，你愣着干嘛呢？找个医生开石膏单。哦。哦，不疼不疼不疼，吹着。别动。哎，坐这儿。咱先坐一下。我去前面看看还有多少。你别碰。表姐，你跟老大是什么苦命缘呀？一个停职，一个骨折。哎，你俩是5天见客呀？老大，我表姐说她疼得厉害，你快来看看。拿着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他瞎说的。表姐，你说好好的怎么就摔骨折了呢？是不是看完老大被停职了，你感同身受，精神恍惚才摔倒的？闭嘴！跟我走吧。不用排队吗？慢点，你先坐这一下。前面人太多了，就不等了，我自己来。你来？你又不是骨科医生。我学过。你不是说过百医通不如一医精吗？就打个石膏而已嘛。我还是再等等吧。你不相信我？老大，还没好吗？别说话。温医生做示范打石膏吧，大家快来观摩呀！2次来医院，2次被围观，一次是拔牙，一次是打石膏。下次再也不来了。老大，你这石膏打的不错，但我还是要批评你。我表姐自从跟你在一起，3天2头受伤，我这个做弟弟的也很心疼，好吗？我要是有女朋友，肯定天天用棉花包着，揣口袋里随身携带。你说的是迷你手办吧？就打个比方嘛，总之会照顾得妥妥帖帖，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，是吧，姐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都出去吧。也是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你们都出去吧，外人带不好。你也出去。啊？出去。这个高度行吗？没事儿，今天都属于日常工作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不用自责。他说的对。
没有保护好你，这官司咱不打了。那不行，我还要赚你的钱呢。